大家好，我哋係嚟自18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嘅同學，我哋嘅作品係紙質簿 Smart Dry Body。喺香港嘅潮濕問題非常嚴重，例如有時候濕度可以高達95%。香港潮濕嘅環境令屋企非常容易滋生出毛菌，而毛菌會引發過敏、哮喘等等嘅疾病。但係市面上嘅抽濕機或多或少都會有一啲嘅缺點，請睇我哋嘅影片。棘住啊！哇！啲水倒晒出嚟，哇！咩事啊？唔知道各位用緊抽濕機嘅時候，係咪都會遇到一個問題，機身太重不能移動？呢啲問題喺市面上嘅抽濕機都非常常見，為咗解決呢啲問題，因此我哋發明出紙質簿。紙質簿整個水箱運咗3D 打印技術，七日板運咗雷射激光雕刻機加亞克力膠板數啲係而成，正如左圖所展示。紙質簿嘅整體運作流程：第一步抽濕，第二步排水澆花，第三步烘乾，第四步待機而組成。抽濕系統嘅運作流程：當啟動抽濕功能嘅時候，就會開始檢測水箱內嘅水位是否熱滿，如果係，就會停止抽濕模組；反之就會啟動抽濕模組並繼續抽濕。抽濕與烘乾模組係由風扇與散熱系統加私人風扇加私人抽濕模組而組成，就如右圖所展示。而下面係整個抽濕與烘乾模組嘅詳細運作過程，如需要仔細觀看，可暫停影片。排水系統嘅運作流程：當啟動排水功能，就會開始檢測盆栽中嘅泥土濕度是否高於50%，如果係，就會循線移動至坑渠，並再用 AI 鏡頭確定坑渠位置，再利用機械臂前移準備排水，最後啟動水泵排水。反之就會循線移動至盆栽，再用 AI 鏡頭確定盆栽嘅位置，並用機械臂前移準備澆灌，最後啟動水泵澆花。循線移動模組係由麥克倫姆底盤加馬達預驅動模組加循線感應器所組成，就如右圖所展示。而下邊係整個循線移動模組嘅詳細執行過程。排水與澆花模組係由 AI 攝像頭加水管與接頭，再加機械臂，再加小型水泵所組成，就如右圖所展示。而下邊係整個排水與澆花模組嘅詳細運作過程，如需要仔細觀看，可暫停影片。烘乾系統嘅運作流程：當啟動烘乾功能，就會等待至水箱完全烘乾；當任務完成，就會待機至下一次進行。盆栽濕度監察系統運作流程：泥土濕度感應器會讀取泥土中嘅濕度值，並傳送數據至排水系統，最後上傳數據至 ThinkSpeed 物聯網，並持續進行這個流程。盆栽泥土濕度監測模組係由泥土濕度感應器所組成，就如右圖所展示。而下邊係整個盆栽泥土濕度監測模組嘅詳細運作過程，如需要仔細觀看，可暫停影片。多謝並希望支持我哋嘅作品。